过来是台南市这个月初7举办一场欢迎加入台南新手爸母村的记者会，现场过来送惊喜包来做礼物，内底有红鞋啊、包巾等等6项的礼品。但是，互民众来压料，讲这个惊喜包的招标案，提前1个月摄纳予特定的厂商，而且报价将近1000块的惊喜包，这成本唔免到500块，这当中有备案。台南市教育局来回应讲，这标案绝对是公开透明，啊那惊喜包的价值除了实用，阁有创意。OK， 无问题。惊喜包一拍开，内面有真济礼物。12月7日，台南市举行的欢迎加入台南新手爸母村的记者会，好大家真期待惊喜包内面有6项礼物。有红的包巾、亲子帽啊等等，实用，阁有真高的台南味。也阁有民众伫讲，这个惊喜包招标案提早1个月，留摄好特定的厂商，而且报价将近1000块惊喜包，成本唔免500块。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赶紧出面解说。征询的时候并没有透露说一定是什么东西，那第二个呢，来投标的这些厂商呢有3家，那评选呢基本上是外部的委员。惊喜包敢有惊喜？敢有认为讲实用比创意较要紧？当然是注重实用性啊。是注重实用性。对妈妈来说有没有用这样子？包巾可以来2条，小朋友轮着用。针对惊喜包的价值，教育局表示讲，这是个人观感的问题。后届咧办活动的时，会特别注意相关的细节，以免讲引起无必要的怀疑。